即马全球真侪所在拢面临劳动力无够的问题。现在越南因为劳动力的优势，是请真侪国际企业去遐设厂。即马越南嘛拍拼提升因的交通建设，因为着要甲中国做商业贸易的合作，越南批准连接中国铁路的计划，估计爱开2600多亿的代票，而且因打算要甲中国贷款。越南国会19批准一项建设计划，会投资大约2621亿的台票，起一条连接中国和越南的铁路。这条铁路会对越南沿海的海防区到边境的老街区，再个驶向中国河南省有390公里。路途当中会经过首都河内，还有北外几个制造业密集的地区。这项计划按算会向中国贷款，目前两国已经在讨论细节。越南国会表示，希望在2030年就会使通车。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国和越南之间商业投资的合作。Trad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s already absolutely massive. And this railway, it's designed to make this trade faster, cheaper, and more predictable as well. So currently, China supplies much of the raw materials that fuels Vietnam's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keeping that pipeline steady is absolutely critical. 越南劳动力真少，欠真侪国际电子厂伫遮设厂。不过越南的交通设施发展较慢，所以政府最近几年加强投资铁路，希望会当刺激生产，带动投资。伫去年批准对河内驶到胡志明市的高铁，也是另外一个例。最近几年越南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和中国的连接。越南政府制定两农一宽的发展蓝图，也就是中国越南沿海，抑个越南沿海到中国内陆2条经济走廊，佮加上宽北部湾的经济圈。原来新批准的铁路，就是其中一条经济走廊的基础。这项计划也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连接起来，互两国的关系佮较密。不过越南之前和中国合作起轻铁时，捌发生真侪届意外，结果预算超过4倍，工程延后10届才完成。佮加上中国贷款致使其他国家欠同齐的记录，互越南和中国合作的时，犹原真细致。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